出軌人妻多離婚，最爆李賽鳳衣櫃藏契仔。08年同台灣藝人黃維德拖手斷正，斷送同庾澄慶9年婚姻，更被冠以劈腿魔女之稱。但原來娛樂圈劈腿魔女唔只得台灣代表伊能靜一個噃，香港代表就有陳玲莉。08年被傳背老公林敏聰搭上2個男雀友，但都唔夠8、90年代打女李賽鳳爆。07年佢老公羅啟仁就發聲明自爆曾經親眼見到當年22歲嘅契仔鍾天意半裸咁匿咗喺自己個衣櫃度，同老婆有不尋常關係。講起個衣櫃就真係同婚外情結合不解緣㗎。日本代表摩鈴涼前成員矢口真美前年就被提早翻屋企嘅老公中村昌也捉奸在床，情夫南無梅田賢嚇到即刻急急嘅匿入衣櫃啊！